走第六妞，你赌错狗，头就赌错啦！你星期到底就赌错了。这个问到疑犯罪了呢？我就是要知道到疑犯罪了。弄啊，我断那个这个莫咋的在那掌问到疑犯罪啦？知道到疑犯罪，我来换了这么好的两个，这么好的两个，就是要望着想到活。就是要望着想到活。你别笑。第六妞，我想弄个一个问题。给啥弄了呢？没叫小就是人家干净啊。人对好嘞，不叫小就是人家干净好吧？啥呢？你都说罗娜娜，你都知道不知道没叫一些人做鸡耶？我说罗娜娜，你都知道不知道没叫一些人做鸡耶？错个的牛逼了！每家不是人家干净哈？我说那个东西，我还不是知道不知道得蹦着鸡？今天呀，我打电话问了很多朋友，问他们今年挣钱了不？有的呀，很多人都挣了，而且挣的五花八门呢。有的挣了个毛，有的挣了个锤子，有的挣了个屁，还有的挣他奶奶个孙子的，还可以挣个妹。最恐怖的就是还可以挣个鬼，还可以挣个球。今天我看见一个同学，我问他今年挣钱了不？有，他看了看天上，跟我说了一句：“挣个鸟。”你看吧，人只要有梦想，肯努力，就没有挣不到的东西。加油！人只要有梦想，肯努力，就没有挣不到的东西。加油！趁之莫不哎，一莫不越主贼，得不了考中的呀不知看啊，一莫不越手枪，得不了考中的呀不进大骨头。小叉子呢？咬了瓜。小公子耶，我说洞子在路dài呢，这里面果子不要过呗，可以查过得足几吗？查过得咋过单喽？我说洞子在路dài呢，这里面果子不要过呗，可以查过得足几吗？查过得咋过单喽？你看呢？我拿啥？这两年我都在打扮那年烧锅啊，这烧到火
你别笑。一度年过后就好，过三门冷冷。一度年过后就好，半门老龙来过。có chết he mua tôi chết luôn tặng he ôi nhà hát có mua té rồi khen tôi nu ai có tặng trang treo thế nào cú hầu hầu chéo cậu cậu đấy cú sáng nồng cậu hay cú ga khuyên gì cậu chả biết chuyện này chúng tôi dùng nông nè là nơi bù kít sao he những gì cú kinh tông chị cậu trang chơi hả cái chim hùng lá小气包小气包。刀哥，个真刀哥，个刀嘛，我猜个，真多个眼屎呢，我老是猜个那个刀。对了哟，跟我讲，医生，我一直都想止痛，大家都真心相爱，搞娘不狗娘搞，不然就是跟哪个家里止痛一个尿逼，搞是一头多年都止痛一个头尿逼。特别个对象，那个领导电话打，你咋都能等到过？特别个对象，侬让人到电话打，你咋都能等到过？米豆，价格要过了嘞呢。隔壁老王刀哥，这三子们到你这牛啊！等你老王跟人刀哥都懂呢，过你们刀你都懂啦。你这什么豆嘛？哦，我杀到了8发。哪个我咋？米豆那把个爆枪啊！还干到我头洞，加飞了时候，我人刀个头洞。还干到我头洞，这阿贝罗时候，工人到个头洞。宝宝，你在说啊？米豆，老肉呢？再拍个胯了咯。米豆，你要说小哥哥要没女朋友啊？怎么？搞了手机呢？搞子叫了？我手机的胡须着了。这样，看女朋友就没我事了。我知道，你们也吵架。你们也吵架。搞那个怎么女朋友啦？这还三不了的在，这要够油嘞，搞我这是叉子朝过路看我，你屁股一翘我就认得你拉屎拉尿了。你屁股一翘我就认得你拉屎拉尿了。快点上课，快点嘛！哎呀，一群猪啊，送人头呢！米豆，那我都拆啥了？啥轮到拆了？啥子？哦，拿过包啦！没过拿过都当把那个拿了。这光一大截，真正做的短腿工，不过阿分弄，这个阿分弄路过么？阿被踩到，都要啊！三字没就都要乱斗了。嘎子，我都拆啥？啥轮到拆了？干哪问题？滚电子公道。气啥多？热到地头倒霉，应该把搞手机，棒子在搬油，热到前面，到现应该当整体讲不能。到你能没？都必须重要名字哦。我套子到啦，我弄啦，拿头娘，拿子头娘，怎么过没拿头娘过点3种字哦。在，三子收了三子。你都，真正做个好早咋？收了，我拿的，怎么我拿尿袋被炖了，挂都要3种字，这里那做这么扣呢？三子收了，这里这么扣当了，别做这么闹哦。三子收了，这里这么扣当了，别做这么闹哦。你别笑。你喽。
这都甚至那个卡子到了，我上到去搞。老师，我读甚至我讲，人家学校过年做了作文呢，你这是整做，这些乱七八糟的呀。那作文题目我讲了喏，作文题目也好，我最懒了，刚来运动。你做讲啦，你的弄了长头骨头，我是传统一样找修路做贼，我不管哪个咱要收钱。大汉呢？讲看你做的，大汉的内容如果有详细的，看狗子团长开通回运，立马都删。我嘞，搞开通回运知道吗？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我嘞，搞开通回运知道呢。啲老妞，你嘅咁多個嘢，我叫個夢被裝最面咯，最面咯。啲老妞这么多年的，甚至最面。米粉，这下我能把我能做好手。啲老妞，嗰隻散男子呢？個本着個冇啊！米粉啊，桃子呀！我啥事情来个？忙了嘛，跟你那我的怎么？别给我先做我看到，我多个一，糟糕哦！第六妞个啥？第六妞个啥？叫那只被一家迷死了，和那只真正对门好闹事，我一对我知道累，我叫跟着我多累，对面门最好闹呢。你非哦，叫那只被我包狗死。结婚面呢？被我包个事，结婚面呢？你睇，我個價俾冇揀卡咯。啲老妞，其實拍單那個弄啥？個大個將門揀卡那一些拿拍單的弄啦。你飛上兩隻草呢？哎呀，扔狗對妹妹，哪條都扔狗的呀？只要上啦，扔狗的啦。啲老妞，我擦下噶嘛？真咋摸嘞？你拿頭那摸啊？阿媽現在，啲老妞當坐了可好弄嘛？對呀，坐那子呢？你好葫芦三妹，個隻都最鬆狗那個地錯，錯咩？我到底搞了得些年走了忙幹麼？我怎麼不要呀？你說啥都個海咯？我只坐了麼個？啲老妞個啥地個地方景最好晒，啲北股沙沙嚟啦，隻老婆是地俾一當隻北股咯，啲老妞個。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啲老妞，都啥樣子？我都害得哥哥只是拿叉叉嚟，只想化妝，這個都尷尬呢。個怎麼寫了的不好？沒叫有那點看到你是，我有的不嘛，只拿叉，誰知道嘛？摸着化妝品，一弄嘛都裝到沒寫了的不啊！我只當然禱告，我喊你結果哈。你别笑。明天個就說那邊詐騙，你奴，就說那這才詐一件事，這才太貴了，阿仔咋？阿仔幹嘛？阿仔最好了嘛，就最多不要錢啊！阿仔個月，我那個月當啥？你當個背財冇去幹嘛？阿仔係咪係咯？阿仔只能賺到了，他個，阿仔是阿仔嘛？阿仔的我難做佢個。他大個係阿仔個字幕，我那個係阿仔的股指月咯。估計都到家，這樣子給我試試，股指月個地手啊！拜拜。都到家，这样子给我试试啊！我只约个你走啊！呼呼，拜拜。啲老妞，不要讀，約一頓約啊！能約頓約來只條約啦！哎呀，我太搞約了嘛！我太搞我給我約了都只開嘛！那海是就落水就得落了命約，我太搞我給我約，來只開背了！我都不記得，就約了嘛！我打啥的約，你猜我多少次一定開搞，搞成不再是求約的，給我只開搞了！你别笑。我
有的那种鸟们，对呀，讲我噻，估计有。你别笑。哦，才不老了呢，怎么咋那么呢？你到了视频和免费转购来打开我。喂，地老牛，喂，免费，姑娘好丢啊！姑娘这是一个呢，姑娘背着好久啊！好老板的消息好知道哎，我打这个么子啊？转购来打开我网站感到你迷信了哈，这个么啊？免费，给卡了没啊？喂，玩漏自动吧？喂，挂打了嘛？还是要转卡，你得再挂。还是要装卡，你得再挂。你别笑。你老牛，为啥子哎？路对不？路铺来上狗，迷来迷路，得换腿，我在等你nhà cho姑娘。免费，姑娘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姑娘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你别笑。